Hello， 咁多位朋友，我係蘇文峰。今日我哋開門見山，直接拆解謝家，豪門宇宙入面最關鍵，亦都係最權威嘅一位幕後皇太后。大家平時講起謝家，只顧住關注四哥謝賢、謝霆鋒、張柏芝同王菲，但你哋知唔知喺謝家龐大嘅財富傳承同家族秩序背後，真正說話最管用、份量最重嘅人，其實是四哥嘅前妻霆鋒嘅媽媽拉姑狄波拉。據香港豪門圈內幕透露，喺四哥離世前立遺產信託嗰陣，狄波拉曾秘密跟張柏芝會面。狄波拉作為謝家嘅掌舵人之一，喺四哥遺產分配上發揮咗極其關鍵嘅作用。佢極力支持把四哥名下數以億計嘅信託基金1%封存俾張柏芝大嘅兩個孫兩代謝家女人私下達成共識，聯手把謝家嘅財富鎖得死嘅。但讓人奇怪嘅係，王菲跟咗佢兒子謝霆鋒20多年，狄波拉喺公開罷儀卻幾乎從不提及王菲，更死都不認王菲是謝家媳婦。一個是早已離婚嘅前媳婦張柏芝，另一個是人質陪伴咗20多年嘅現任伴侶王菲。點解狄波拉能跟張柏芝私下聯手鎖財，卻至今不肯認王菲？這背後根本唔係女人之間嘅小恩小怨，而係狄波拉面相與命理入面一個極其高明嘅旺夫旺族風水局。想知道拉姑個面相有咩霸氣密碼，佢點樣看待張柏芝同王菲？即刻撳下面個 subscribe 訂閱掣，仲有拉開旁邊個小粒燈，訂閱咗未？好，我哋即刻詳細拆解呢個香港豪門最頂級嘅玄學大局。我哋先講返狄波拉喺謝家嘅至高地位。很多人只知道狄波拉是香港第一位港姐冠軍，係70年代紅透半邊天嘅絕世美女。但喺我蘇文峰眼中，狄波拉絕對唔係一個靠顏值吃飯嘅普通女明星，佢係一個極具商業頭腦、極具家族大局觀嘅旺夫旺族強人。當年四哥跟狄波拉離婚，按照一般豪門嘅劇情，兩個人應該撕破臉打官司分財產，對吧？但狄波拉冇，佢離婚之後奔跟四哥成為咗一輩子最親密嘅知己，甚至連佢後來再婚嫁給江耀成、福康，佢現任老公都跟四哥成為咗好朋友，兩個人還一齊陪咗四哥逛街，照顧四哥。晚年能把前後兩任丈夫處理得咁和冷，能讓四哥晚年對佢言聽計，仲能讓謝霆鋒對佢百般孝順。狄波拉呢個女人喺玄學同人情世故上嘅智慧堪稱極致。咁樣一個智慧極高嘅豪門皇太后，佢喺四哥遺產分配同媳婦選擇上，到底係點樣佈局嘅？我哋下一章即刻從面相學詳細拆解狄波拉個旺夫旺族相。我哋要明白狄波拉點解會支持張柏芝冷落王菲。第一步，必須要睇懂狄波拉個面相同命格特徵。我蘇文峰睇咗幾十年相，狄波拉1991年辛卯年出生，八字金木相生。佢個面相喺相學上係極其標準嘅旺夫旺族鎮宅貴婦相。我哋細心拆解狄波拉個面相特徵。第一，天庭飽滿，日月各東。狄波拉個額頭飛人高挺飽滿，而且開發無瑕，這喺相學上叫天庭飽滿，智慧過人，代表佢做事極具遠見，絕唔會被眼前嘅艋頭小利所蒙蔽。佢考慮問題永遠係從整個謝家未來幾十年嘅興衰出發。第二，耳珠焦海，隨珠厚實。你睇狄波拉個耳朵耳珠非常厚實，而且微微向前超向嘴巴，這喺相學上叫耳珠焦海。晚年腹部無邊，代表佢極度招財，而且極度注重血脈與家庭嘅凝聚力。第三，鼻梁直而有肉，地角方圓。狄波拉個鼻梁直而豐滿地角，下巴圓圓有肉，即喺相學上係標準嘅旺夫旺族相。佢不能幫丈夫聚財，更能鎮住整個家族嘅氣場，讓後代人丁興旺。第四，眼神利落，嘴唇有肉。狄波拉個眼神極度果斷利落，講話爽快，這代表佢喺家族事情上行事雷厲風行，只要係佢認準嘅事，冇人能改變。第五，靚骨豐潤有肉不露骨。狄波拉嘅靚骨雖然高，但面部嘅肉完全包住骨頭，呢種相叫做壯然聚氣，代表佢權力俗望適中，但執行力超強，唔會好似王菲咁面骨外露，導致氣場太硬。第六，人中心長，唇線分明。狄波拉個人中非常深長，代表佢生育能力強同埋晚年身體健康，而佢唇線分明，代表佢口才極好，擅長談判同協調家族內部嘅矛盾。第七，眉清目秀，眉尾上揚。
狄波拉嘅眉毛清秀而不雜亂，微微上揚，呢種微霜叫做揚眉吐氣，代表佢一生貴人運強，尤其係晚年會得到晚輩嘅尊重同照顧。第八，面在豐盈，不陷不削。狄波拉成個面型係圓中帶方，兩柱飽滿，冇凹陷或者削薄嘅地方。呢種面相叫做滿面春風，代表佢一生衣食無憂，而且能夠將福氣分享俾身邊嘅人。大家睇明白未有？狄波拉個面相決定咗佢係一個極度世俗化、家族化、講求血脈傳承嘅豪門掌舵人。喺狄波拉嘅觀念入面，能為謝家生兒育女，能傳承謝家血脈，能守護孫仔成長嘅女人，齊師真正嘅謝家媳婦，即就直接決定咗佢對張柏芝同王菲完全截然不同嘅態度。當年張柏芝跟謝霆忘隱婚，狄波拉曾極度冧怒，但點解後來世紀大逆轉，狄波拉反而跟張柏芝私下聯手？王菲又點解始終進不了狄波拉嘅法眼？我哋下一章即刻拆解。喺我拆解狄波拉點解被張柏芝感動，以及點解不認王菲之前，我好想先問下熒幕前面嘅咁多位朋友，如果你係豪門婆婆，一個前媳婦幫你生咗兩個可愛嘅親孫仔，獨自帶大，另一個現任女友性格清高，不生孩子，你會更偏向邊個？你覺得狄波拉支持張柏芝拿遺產喺現實生活入面算唔算係最精明嘅做法？即刻喺下面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我蘇文峰每一條留言都會睇，等陣睇下邊位朋友嘅玄學感悟最高。好，留言過後，我哋繼續拆解這段香港豪門最奇嘅婆媳關係。2006年，謝霆爽同張柏芝喺菲律賓秘密結婚，當時狄波拉係看新聞才知道嘅。狄波拉當時大發雷霆，覺得張柏芝不尊重佢呢個婆婆，但後嚟嘅事情大家都睇到啦。2011年婷同柏芝離婚，張柏芝一個人帶着 Lucas 同 Quintus 兩個孩子。這10幾年嚟，張柏芝沒有再婚，把所有嘅精力同母愛全部傾注喺兩個孩子身上，把兩個孫仔教得非常有禮貌，非常有教養。狄波拉係何等聰明嘅人，佢看喺眼裏，疼喺心裏。狄波拉多次喺私下跟朋友講，柏芝真的很辛苦，他把兩個孩子帶得非常好。我很感謝他。狄波拉被張柏芝這種強大嘅母愛同付出徹底感動咗。喺狄波拉眼中，張柏芝雖然跟霆昂離婚啦，但張柏芝是謝家兩個長房長孫嘅親生夏口熱，係謝家血脈傳承嘅功臣。所以喺四哥立遺產信託嗰陣，狄波拉私下跟張柏芝會面，全力支持，把四哥嘅信託基金全部封存，給兩個孫交給張柏芝監護兩代謝家女人，為咗謝家第3代嘅財富安全，私下達成咗最堅固嘅盟友關係。咁點解狄波拉至今不認王菲呢？很多人以為是狄波拉討厭王菲，其實根本唔係。喺玄學上，這叫氣場排斥。狄波拉嘅面相是皇族世俗相，追求嘅係兒孫滿堂，家庭熱鬧，血脈傳承；而王菲嘅面相是清冷，天仙相，命帶華蓋，追求嘅係遠離塵世，精神超脫，獨來獨往。王菲不可能像張柏芝一樣帶着孫仔去陪狄波拉過年，不可能跟狄波拉聊家庭家常，更不可能為謝家再生兒育女。喺狄波拉眼中，王菲是謝霆雙個人嘅愛情伴侶，但王菲絕不可能成為謝家嘅家族成員。狄波拉對王菲保持禮貌同距離，不干涉霆爽嘅戀愛，但亦絕對不認王菲是謝家媳婦，即就叫做界限分明。狄波拉用佢極高嘅智慧，把霆爽嘅愛情同謝家嘅家族財富徹底分開。而且狄波拉曾經同身邊嘅好友講過一句說話，佢話王菲係一個好有才華嘅歌手，但謝家需要嘅唔係一個天后，而係一個可以將謝家血脈延續落去嘅下口月。呢句說話一語道破咗狄波拉對王菲同張柏芝兩個人嘅根本定位。狄波拉仲話佢尊重霆鋒嘅選擇，但佢作為謝家嘅長輩，有責任保護謝家嘅根基，而謝家嘅根基就係兩個孫仔，所以佢喺四哥遺產安排上企得好硬，一定要將所有財富鎖死俾孫仔，絕對唔可以俾任何外人染指。呢種堅持就係佢旺夫旺族相嘅具體表現。下一章我哋揭滅狄波拉旺夫旺族嘅最終風水大圓滿。講到呢度，大家終於明白狄波拉呢個謝家皇太后喺整個玄學大局入面嘅至高智慧啦吧。我哋回看謝家呢幾十年嘅風雲變幻，很多人覺得謝家嘅關係很複雜很混亂，但喺我蘇文峰眼中，因為有狄波拉呢個定海神針喺度，
謝家嘅風水格局其實極度穩固、極度圓滿。大家看謝家嘅三大女性矩陣，第一位狄波拉老掌門人，用佢旺夫旺族嘅面相同智慧，鎮住咗謝家第一代同第二代嘅氣場。佢跟四哥離婚仍是知己，跟現任老公和睦，跟謝霆母子情深，喺幕後把控住謝家財富嘅最終安全。第二位張柏芝後代守護者，用佢母憑子貴嘅面相同母師嘅母愛帶大咗謝家第三代。佢跟狄波拉達成盟友關係，手握四哥同廷松嘅幾億信託，穩穩地守護住謝家未來幾十年嘅血脈與財富。第三位王妃靈魂陪伴者，用佢清冷天仙嘅面相同超脫嘅性格陪伴住謝霆鋒嘅精神世界。佢不佔謝家一分錢財產，不爭謝家媳婦嘅名分，讓霆鋒喺繁重嘅商業同家族責任之外，擁有一個純粹嘅精神避風港。三個女人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四哥喺離世前看到咁樣嘅家族格局，看到狄波拉同張柏芝聯手保護兩個孫，看到霆鋒事業有成，愛情順遂，四哥個心不知有多安慰。這就是謝家旺夫旺族嘅最高境界，這就是順應天道命理所帶嚟嘅豪門大圓滿。各位朋友，人生如戲，命理有賞，狄波拉嘅智慧，張柏芝嘅付出，王菲嘅超脫，共同為我們演繹咗香港豪門歷史上最精彩、最高明嘅一段玄學傳奇。如果你睇完今日呢集影片，覺得我蘇文峰嘅分析切中要害，有幫到你睇清狄波拉面相智慧與謝家風水大局嘅話，請你即刻按下影片下方嘅 subscribe 訂閱按鈕，記得點亮旁邊個小鈴鐺全部通知，仲有 like 讚好同 share 分享俾你身邊關心狄波拉、張柏芝同風水命理嘅朋友。你哋嘅每一個訂閱同點讚，都係我蘇文峰繼續同大家揭滅更多豪門玄學大局，分享獨家風水乾貨嘅最大動力。下期影片我會繼續帶大家拆解更多華語圈頂級豪門嘅風水秘密同面相命理。我係蘇文峰，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集再見。我哋頭先講完狄波拉點樣用佢嘅旺夫旺族相鎮住謝家嘅氣場。但其實呢個局入面仲有一個好值得探討嘅細節，就係狄波拉當年點解會嫁俾四哥，又點解會離婚？狄波拉同四哥1979年結婚，當年狄波拉係選美冠軍，四哥係當紅小生，兩個人嘅極爽勒動全港。從命理角度睇，狄波拉嘅金木命格同四哥嘅金命形成金金相生嘅格局，所以兩個人結婚初期財運極旺，四哥嘅事業亦都如日中天。但後來四哥投資失利，財無身，呢個時候狄波拉嘅金木命格同四哥嘅金命就出現咗金木交戰嘅情況，因為木會克金，狄波拉嘅氣場開始壓制四哥嘅財運。呢種命理上嘅轉變令到兩個人嘅關係出現裂痕，最終選擇和平分手。但狄波拉厲害嘅地方在於佢離婚之後調整咗自己嘅氣場，將原本嘅金木交戰轉化為金水相生。因為佢再婚嘅老公江耀成命格屬水，水能生木，令到狄波拉嘅命格重新得到平衡。呢種自我調節嘅能力，正正係佢能夠喺離婚之後依然保持強大氣場嘅關鍵。而四哥呢邊離開咗狄波拉之後，財運確實出現咗一段低谷期，一直到霆父出道賺錢先至慢慢好轉。所以話狄波拉對謝家嘅影響力從來都冇因為離婚而消失過。反而因為佢後來嘅調整同升華，變成咗一種更間接但更持久嘅守護力量。而且狄波拉喺離婚之後，仲幫四哥處理咗好多財務上嘅難題。佢利用自己嘅人脈幫四哥周轉資金，甚至介紹律師同會計師俾四哥，等佢可以渡過難關。呢種有情有義嘅行為，令到四哥對佢心存感激。所以晚年四哥對狄波拉嘅意見幾乎係言聽計。從呢種關係已經超越咗普通嘅前妻前夫，直頭係一種戰友加知己嘅深厚情誼。再講深入啲，狄波拉同張柏芝嘅關係逆轉，其實仲關乎一個好重要嘅時間點，就係張柏芝生完 Lucas 之後嗰段時間。狄波拉最初反對霆鋒同柏芝結婚，除咗因為隱婚呢個行為之外，仲有一個原因就係狄波拉睇張柏芝年輕嗰陣嘅面相，覺得佢岩骨高而肉小，眼神大煞，擔心佢會影響霆鋒嘅事業。但隨住張柏芝生咗兩個仔，佢個面相出現咗極大嘅轉變，韻骨嘅肉越嚟越飽滿，眼神由尖濁變得柔和，下巴亦都圓潤起來。
呢種雙學上嘅變化叫做生子養顏，積福改相。一個女人生完仔之後，如果佢全心全意照顧子女，佢嘅面相會因為母愛嘅注入而變得更加圓融同厚實。狄波拉作為一個雙學高手，佢一定睇到咗張柏芝呢種變化，所以佢對張柏芝嘅態度由最初嘅抗拒慢慢變為接受，再到後來嘅感激同支持。呢個過程正正體現咗狄波拉唔係一個固執嘅人，佢會根據現實情況同對方嘅實際表現嚟調醒自己嘅立場。呢種靈活性就係佢能夠喺豪門屹立不倒嘅重要原因。而且狄波拉親眼見到張柏芝點樣一個人湊到大兩個仔，帶佢哋返學放學，去公園學琴學畫畫，所有嘢都親力親為，完全冇因為自己有錢就請幾個工人就算數。呢種對孩子嘅投入同付出，狄波拉全部看在眼裏。佢自己都係一個夏後魚，佢明白呢種辛苦同偉大，所以佢最終徹底接納咗張柏芝，甚至將佢當成自己嘅女兒一樣看待。我哋再睇下狄波拉對王菲嘅態度。其實狄波拉從來冇公開講過一句王菲嘅壞話，佢嘅態度係不認但亦不惶。呢種做法喺豪門生存術入面叫做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狄波拉知道庭孔同王菲嘅感情係真摯嘅，佢作為夏烤友唔想傷害兒子嘅感情，所以佢選擇沉默。但同時佢亦知道王菲嘅性格同生活方式同謝家嘅家族傳統格格不入。如果佢勉強認王菲做媳婦，將來可能會引發更多嘅家庭矛盾，所以佢選擇咗一個最聰明嘅做法，就不反對、不支持、不參與。佢唔會阻止廷誠同王菲來往，但佢亦唔會將王菲納入謝家嘅家族體系入面。呢種冷處理嘅方式，既保住咗母子關係，又守住咗家族嘅界線，可以話係一石二鳥。狄波拉嘅呢種處世哲學，值得所有面對複雜家庭關係嘅人借鏡。而且狄波拉曾經同記者講過，佢對庭嫂嘅感情生活唔會過問，只要佢開心就得。但當記者問到佢會唔會同王菲一齊食飯，狄波拉就好客氣咁話，大家各有各忙，有緣自然會見面。呢種客氣而疏離嘅回應，充分顯示出狄波拉對王菲嘅態度係保持距離，互不干擾。佢唔會好似對張柏芝咁帶孫仔一齊去飲茶，呢種差別待遇，明眼人一睇就知。我成日同啲客講，一個家族嘅興衰往往取決於入面嘅女人。狄波拉就係謝家最關鍵嘅嗰個女人。佢雖然唔係謝家嘅現任媳婦，但佢嘅影響力浸透喺謝家每一個重要決策入面。四哥信賴佢，庭餸尊重佢，張柏芝感激佢，王菲敬畏佢。佢用自己嘅智慧同氣場，將謝家呢艘大船嘅方向盤牢牢揸住確保好。佢唔會因為風浪而偏離航道。謝家能夠有今日嘅圓滿結局，狄波拉嘅功勞絕對唔可以忽視。而張柏芝亦都係一個好聰明嘅女人，佢知道狄波拉喺謝家嘅份量，所以佢一直保持住同狄波拉嘅良好關係。逢年過節都會帶兩個孫去探奶奶，呢種尊重同孝順就係佢能夠得到狄波拉全力支持嘅最大原因。相反，王菲嘅性格決定咗佢唔會去做呢種表面功夫，佢寧願保持距離，維持自己嘅獨立同清高。呢兩種選擇冇話邊個啱邊個錯，只係大家追求嘅嘢唔同。狄波拉作為謝家嘅守護者，佢當然會傾向選擇嗰個願意融入家族、願意傳承血脈嘅人。而且狄波拉曾經講過一句好耐人尋味嘅話，佢話謝家嘅大門永遠為孫仔嘅媽媽打開，但唔係每一個人都願意行入嚟。呢句說話明顯係將張柏芝同王菲做咗一個對比，張柏芝願意行入嚟，王菲不願意，所以狄波拉嘅選擇就好清楚啦。再講狄波拉同現任老公江耀成嘅相處之道，江耀成呢個人極度低調，佢同狄波拉結婚之後，完全尊重狄波拉同謝家嘅關係，甚至會陪狄波拉一齊去探四哥。呢種大度同包容喺商學上反映喺江耀成個面相入面。佢個額頭平滑，眼神柔和，下巴圓潤，係典型嘅容人之相。狄波拉能夠喺離婚之後再揾到一個咁好嘅伴侶，證明佢嘅命格確實有極強嘅吸引力同福報。而四哥晚年能夠同狄波拉維持友好關係，甚至同佢現任老公成為朋友，呢個局面如果冇狄波拉喺中間做橋樑，係絕對冇可能發生嘅。狄波拉用佢嘅人情智慧化解咗離婚夫婦常見嘅仇恨同懲戒。
將一段本來可能變成醜聞嘅關係，轉化為一段令人讚靚嘅佳話。呢種能力已經超越咗風水命理嘅範疇，直頭係人生哲學嘅最高境界。而且江耀成對狄波拉照顧有加，佢知道狄波拉掛住兩個孫，就成日陪狄波拉去接孫仔放學，仲會買玩具俾兩個孫玩。呢種和藹嘅家庭氣氛令到謝家嘅氣場更加穩定，因為一個家庭嘅和藹就係最好嘅風水。狄波拉能夠營造出呢種和藹，證明佢確實係一個頂級嘅風水師，唔使擺陣，唔使化符，單靠做人就做到。我哋再講下狄波拉同兩個孫嘅關係。Lucas 同 Quintus 自細就同奶奶狄波拉好親近，狄波拉經常帶佢哋去飲茶、行街、買玩具。呢種祖孫之間嘅親密互動喺風水學上叫做隔代輸氣，即係長輩嘅福氣同智慧可以通過日常相處傳遞俾孫輩，強化孫輩嘅氣場同運勢。Lucas 同 Quintus 能夠有今日嘅優秀表現，狄波拉嘅陪伴同教導絕對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狄波拉自己都講過，佢最開心嘅時刻就係見到兩個孫笑住跑向佢嗰一刻，呢種發自內心嘅喜悅就係佢晚年最大嘅福報。而張柏芝亦都好識做，從不阻止兩個孫同奶奶來往，甚至會主動安排時間讓奶奶同孫仔見面。呢種互相尊重、互相成全嘅關係，就係謝家能夠和穩定嘅基礎相反。如果張柏芝當年因為離婚而拒絕讓兩個孫見狄波拉，謝家嘅局面一定會完全唔同。所以話張柏芝嘅成功，除咗運氣同面相之外，仲有佢嘅情商同智慧。佢明白到，即使婚姻失敗，但奶奶永遠係奶奶，血脈嘅連結係纏不斷嘅。與其對立，不如合作。呢種思維令到佢喺謝家嘅地位越嚟越穩固。再講狄波拉嘅理財觀念同謝家信託嘅關係，狄波拉自己係一個極度唔慎嘅投資者。佢從來唔會參與高風險嘅投機活動，佢嘅財富主要係靠物業投資同儲蓄累積翻嚟。呢種穩健嘅理財風格深深影響咗四哥同廷好對家族信託嘅設計。四哥將信託基金鎖死俾兩個孫，並且由專業機構管理，防止後代揮霍。呢個做法其實就係狄波拉一直提倡嘅財富安全第一原則。狄波拉喺信託設立嘅過程中，一定提供咗好多寶貴嘅意見。確保好呢筆錢唔會因為任何原因而流失佢嘅參與，等於為謝家嘅財富加上咗一道最堅固嘅鎖。而且狄波拉好清楚，張柏芝雖然有監護權，但佢嘅使錢權力係受到信託條款嚴格限制嘅，每個月嘅開支都要有單有據，確保所有錢都係用喺兩個孫嘅教育同生活上面。呢種制約機制就係狄波拉最擅長嘅制度管人手法，比單純嘅信任更加可靠。狄波拉曾經同朋友講，佢見過太多豪門因為信託設計唔好，後代未夠20歲就敗晒啲家產，所以佢一定要確保好謝家嘅信託係滴水不漏。呢種韌腎同遠見，正正係佢旺夫旺族相嘅具體實質。再講狄波拉對王菲嘅面相觀察，狄波拉雖然唔係專業相學家，但佢喺娛樂圈打滾咗幾十年，見盡各色人等，佢對人嘅判斷力係非常之準確嘅。佢見到王菲嘅時候，一定留意到王菲個眼神入面嗰種清冷同疏離。呢種眼神喺商學上叫做孤光外露，代表呢個人內心世界極度豐富，但同時亦極度自我，唔容易融入群體。狄波拉知道謝家作為一個豪門家族，需要嘅係一個能夠同親戚朋友打成一片嘅媳婦，而唔係一個高高在上嘅天后。所以佢對王菲嘅態度由始至終都保持距離。佢唔會主動邀請王菲參加家庭聚會，亦唔會喺公眾白日提及王菲。呢種沉默其實就係一種無聲嘅表態。佢用行動話俾所有人知，王菲只係廷順嘅朋友，而唔係謝家嘅一份子。呢種立場雖然表面睇好似有啲絕情，但實際上係對謝家利益嘅最大保護。因為一旦狄波拉承認王菲嘅媳婦地位，將嚟就會牽涉到財產分配、家族權力等複雜問題。到時謝家嘅內部矛盾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狄波拉用佢嘅智慧，將呢個潛在嘅炸彈喺未爆炸之前就拆除咗。最後，我想用一個比喻嚟總結狄波拉喺謝家嘅角色。佢就好似一個武術門派入面嘅師叔祖，雖然已經唔係掌門人，但佢嘅武功同威望依然喺度。任何重大決定都要經過佢嘅點頭。佢平時唔會出嚟指手畫腳，
但一到關鍵時刻佢就會出手，用佢深厚嘅功力將局面穩定落嚟。四哥係掌門，廷崇係繼承人，張柏芝係護法，王菲係客卿，而狄波拉就係嗰個睇住成個門派運作嘅太上長老。呢個門派叫做謝家，佢哋嘅武學心法就係家和萬事興，血脈永流傳。狄波拉用佢一生嘅智慧同經驗，將呢套心法傳授俾下一代，確好謝家嘅傳奇可以一直延續落去。謝家有狄波拉，真係謝家三代嘅福氣。而且狄波拉仲有一個好難得嘅特質，就係佢從來唔會居功，佢永遠企喺幕後，將光環留俾其他人。四哥、廷甫、張柏芝，每一個人都因為佢嘅默默付出而獲益，但佢從來唔會邀功。呢種低調同無私，就係佢能夠贏得所有人尊重嘅真正原因。好啦，今日嘅旺夫旺族風水局拆解就到呢度，多謝你哋收睇，記住訂閱、點讚、分享，我哋下次再見。